讀者歐太今年4月入伙，單位主人房向東南，望園林同泳池，師傅話好風水，大利歐生嘅事業。歐太都話係啊，先生工作忙咗，又揾多咗，但客廳望出去就唔係咁好啦。單位個客廳咧對住咧一個叫巷仔風喎，原來巷仔風咧就係喺兩座咧大廈嘅之間嘅一條巷仔哦，佢帶嚟咗個風速咧比較上快同埋急嘅。加上咧兩旁咧仲係對住單位嘅一啲廚房啊同埋洗手間，空氣嚟講咧相當污濁啦，難怪咧個戶主個身體健康咧比較上差一啲嘅。不過好少問題嘅啫，師傅就建議窗口加塊窗紗，再放部空氣清新機就冇問題。反而單位有另一個更大嘅問題啊！單位咧個大門咧正對住個防火門喎。嗱，防火門個樓梯咧，如果係向上嘅話咧，就係叫做步步高升。而家個防火門嘅樓梯咧係向下嘅喎，我哋叫每況愈下。往往咧對個戶主咧嘅工作、事業同埋財富咧，包括健康咧，都係比較上差一啲嘅。師傅叫我哋補充，呢個係典型嘅漏財格，乜嘢旺氣都會漏走。解決辦法之一係加高個門檻，唔俾財氣漏走啊！